嗰就是洋流风台过境了后，高雄昨呢唔那雨水正高，搁再出现1级的这个阵风，山区真侪车路人家厝受到损害，甚至有铁厝呢规栋叫风吹一个翘起来。那市区呢要社会主体水管漏气，即公共区域有水流入来，有民众骑奥多巴拉入去人空挂内面受伤，甚至有阿伯因为这厝顶伫咧漏雨，为着要去咧修理，却不幸来摔死。 人家的屋顶吹到打到我们家里。经过前一日惊吓，民众看到别人家厝顶的钢板结果估计，计着家己的厝真无奈。这是高雄特管区13洋流风台侵蚀，未少民家的铁皮厝顶风吹走，吹掀起来，有的住户的窗仔也吹破。要不要开启玻璃？全部先让孩子到楼下好了。工作统计，特管里保山里有12户厝顶毁损，会寻求经费补助协助居民。 桃园里大概有11户，那宝山里有1户居民都是在这个家里面所以没有造成这个所有这个人员的伤亡。市区风雨也真惊人，凯旋清树斜体，比栋大楼，亲像顶楼的排水孔互落叶踢着，排水被负责3楼公共区域漏水，差一点因伫徛街，最后听到恐怖自发性来到13楼清理。 快5次了，第一次是我电梯里面会漏水，逃生梯会淹水下来。每一次发生淹水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做不一样的措施啊。这个斜体漏水不是头一摆，市府表示会严格要求厂商修复，查明原因。确认漏水的主因，主要是因为水管接头的松脱。目前厂商已经紧急派工进行修复，预计今天之内可以完成。 高雄市区捌出现11级风，南马溪这间饮料店被烧冰箱，13杯仔卖动力强风倒去，另外一台比人悬的冰箱也爱拍拼动才经会掉。有稍微做那个把它固定住了，但是还是顶不住。一阵大雨，也予气势受伤13暗8点挂，这名混人徛伫南马溪水平路，却因为大雨和路上的人空挂刷飞，机车车头徛伫洞内，混人失去重心，摔伫边的大路，骹手切着伤。前顶区有70岁老大人，因为查某囝房间漏水，甲3楼厝顶巡检，煞亲像风伤大，人无细里摔落去送医不治。风山有人赛车经过中仑路，为着闪大东爱车辆，连人参车落伫边的沟仔，洋流风台和高雄真侪意外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